一礼拜有7天，星期一到星期天。你敢会晓讲？对老师讲看卖。来，咱遮来看拜一到礼拜星期一到星期天的讲法要安怎讲？来，特别甲大家强调一下，台语的拜一甲拜六即2天，拜一的一，咱来唱注音符号轻声读共款，即个的爱轻声读短短啊尔。来会记即爱伫遮爱举一支锤仔较重咧，重咧哦。拜一着爱甲动咧，拜六共款嘛是爱甲动咧哦。好，像讲拜二、拜三、拜四、拜五、礼拜，这声音拢会当拖较长小看，拖较长小看哦吼。来，接续老师要甲恁讲，即个拜五的五，这五的发音五。好，来对老师讲一摆吼。来，拜一、拜二、拜三、拜四、拜五、拜六、礼拜。好，即个星期天、星期日，有人讲是礼拜日，嘛有人讲做礼拜。所以咱伫遮，咱会使简称讲做礼拜。咱老师阁有另外注记讲，拜六甲礼拜即2天拢是休困日，所以老师用红色的来做注记。